定咗熱身嘅啦，比賽亦都將會正式開始。首先開波嘅咧就係伊斯美爾啊！呢一場男子決賽咧，兩位都係馬來西亞球手，伊斯美爾對夏金。哎呀，唔夠角度入，因為個波好快啊！伊斯美爾喺準決賽嘅時候，總共打咗7個傳中嘅。至於夏金咧，就打咗5個傳中。咁啊，睇下佢補翻呢個先，係啦，冇問題啦。第一格打個補中攞18分啊！輪到夏金。好啦，咁啊，俾咗個機會夏金，咁如果夏金可以傳中咧，咁就會可以領先緊12分啦。咁啊，兩位球手咧都係選擇用比較冇咁敏感嘅球。哎呀，又係8支喎。係喎，同埋呢一個開發，好似佢喺準決賽都出現過喎。係啊，佢個波太開啦，佢頂得太開啦，咁翻唔切嚟啊！準決賽嘅時候，夏金第一格都係打8支，跟住補唔到添嘅，最終係9支啫。不過準決賽嘅時候，伊斯美爾頭嗰3格都係傳中。好，咁啊，佢都唔搏啦，1支。攞9分啊！夏金第一格，暫時伊斯美爾18-9。咁啊，快啲做好個調節啦！咁我哋都想睇翻場好波。係咯。不過馬來西亞球手都幾中意傾偈喎。我而家有啲擔心啊！伊斯美爾又有人走嚟同佢傾。尤其是大家都係馬來西亞添啊，咁樣翻到係不停坐埋去傾偈。有時係咪真係個團隊人強馬壯，本來係好嘅，但係就係有呢個問題啦。但係其實唔應該坐到埋去後邊，其實佢應該坐翻前邊算。應該相關嘅就坐喺側邊啊。係啊，冇錯。咁啊，打多個傳中，個士氣非常好添啊！見到夏金都握拳頭。咁佢嘅戰意濃啲咧，希望可以令到阿伊斯美爾都快啲打得好啲啊！係啊，哎呀，我見到夏金話佢又講笑喎，坐咗後面，好中意傾偈啊！因為最後呢場波啦，打埋就搞掂啦。今次香港站嘅比賽，咁咪尤其是我哋今次早打添啊！係咁啊，乖啦！見到夏金傾兩句，即刻坐翻埋去。啊，大家有傳中啦，咁先好睇噶嘛！賽事其實喺今日嘅早上咧，都比較早就已經開始打，因為打1日嘅就比賽。咁但係之前幾日就打咗香港公開賽先啦。前16嘅球手咧就嚟打今次嘅香港站嘅亞洲錦標賽。咁其實喺早上9點半鐘就係女子同埋男子嘅賽事咧，都同一時間進行嘅。好啦，咁啊大家都有傳中啦，咁啊〜打多啲啦，咁先好睇嘅。有角度，係啊，靚啊！第3格咧，即刻再打多1個傳中，連續2個傳中㗎啦，伊斯美爾。係啊，咁我氣氛都唔同啲啊，而家。係啊。不過佢哋真係好中意坐喺後邊傾偈啊！佢哋好中意傾偈啊！係咯。其實應該坐喺前邊專注啲，即係除非係真係會有。係啊，除非教練有嘢同你講嘅啫嘛。佢而家埋去就影下相啦，夏金就唔理你啦。反而夏金個感覺上個紀律好啲啊。頭先傾一傾啫，都坐翻埋嚟個球道側邊。我個角度好冇啲咧？哎呀，都係一樣。夏金咧，佢用嗰條線咧，佢調節咗少少企左咗啲，咁但係佢仍然係掟得好開啊！咁啊開咗，哇！佢想搏，哎呀！佢搏到飛過去，但係後邊嗰支打唔到咧。見
哥攞9分咋，第3格。佢好大膽啊！呢次佢真係想去搏啊！咁但係就打唔到後邊嗰支。感覺上夏金就冇乜包袱喎，對住世界冠軍兼自己嘅隊友。係啊，咁啊，可能因為真係隊友係世界冠軍，咁係啊即係盡打咯。係啊，我覺得佢似咁樣。哦，都係掟開咗啲啊！不過今次有喎。係啊，佢拖慢咗少少，嗰個速度佢減慢咗啲。分數上面而家大家都78分，不過夏金係完成咗4格，伊斯美爾就打咗3格，佢而家先至打第4格。咁啊係喎，你睇下夏金個紀律好啲喎，佢唔再後邊，佢坐翻喺前面。所以我就係睇到呢啲身體語言啦，譬如佢個紀律好啲之外咧，就係佢起碼頭先啱啱嗰個上一格波咧，佢夠膽搏啊！冇錯，係啊。好，睇下角度好冇？啊，慢遲咗少少翻嚟啊個波，因為佢個速度好高。打咗9支，伊斯美爾要補1支。呢啲情況伊斯美爾都幾常發生嘅，因為可能血氣方剛啲咧，佢通常會越嚟越加速。咁加速個波嘅話，佢個翻嚟嗰個弧度唔夠嘅有陣時。成功保中攞19分喺第4格，即係話打完咗4格之後咧，暫時伊斯美爾嘅分數就97分，至於夏金就78分。哦，咁啊，伊斯美爾個隊友仲要唔知係咪俾片佢睇啦，錄咗俾佢睇添。玩得好開心噶嘛，但係比賽緊啊而家。仲要決賽添啊！好，咁睇下先，掟開夠唔夠角度翻嚟？係啦，咁啊夏金咧選擇嘅方法就係我仍然掟開啲，咁但係我要多啲角度翻，做多啲個側旋落去。不過夏金暫時做得好好，連續3個傳中。咁佢今次呢個選擇唔錯喎，佢可能真係靜靜地自己諗真，究竟應該點去打？因為頭嗰4格咧，其實佢就偏咗一邊嘅，就係1、3兩格咧就保中都唔中嘅，但係2、4兩格係全中嘅。但係而家佢係2條賽道都中到啦。咁啊，睇下伊斯美爾可唔可以集中打好呢球？好，冇問題。暫時嘅分數咧，伊斯美爾157，夏金係138。咁啊，始終伊斯美爾都係有經驗啲嘅，佢都有佢都大家都有4個傳中，咁就不過喺個經驗同埋個戰績上面係側咗去伊斯美爾嗰邊嘅啦。嗱，我哋見到伊斯美爾其實頭先都有抹鞋底，咁但係起碼佢仲淨係用隻手抹啦，即係唔會口水啦。好，個角度好靚啊！連續3個傳中啦，伊斯美爾。佢可能我開始揼油啦，佢話。係。咁啊，完全唔俾機會佢隊友夏金啊，因為夏金其實本身都3個傳中，咁但係伊斯美爾話我又要傳中，咁你都係未追到我。但係夏金暫時都保持到個心態係唔理啦，我打好我自己嘅波。好啦，咁啊都打開，哇開得滯啦今次。哇！但係又彎翻入嚟做個傳中喎。係啊，其實咧，如果啲球手當佢出波嘅時候咧，知道自己有個失誤嘅話咧，佢可能會做咗個自動調節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因為佢知道掟開，咁我更加做個側旋，咁啊希望佢翻嚟，佢自己知失誤呢個小朋友領頭。但係我中意佢嗰個專注力。嚇！年紀輕輕啊。係啊，得20歲其實佢係啊。個紀律好好啊佢。亦都自己諗方法去打好啲波，已經係連續4個傳中㗎啦，夏金。咁啊，但係都仲要追。係啊。爭19分。
不過真係唔諗呢啲啦，希望自己每一球波都打靚波啫。係啊，冇錯。其實佢同埋佢有位添咯，係啊。係。好，都係用出邊嘅線道多啲翻嚟哦，睇啦。連第5個啦。係啊。分數暫時198啊，夏金打完8格，伊斯美爾暫時完咗7格就187。啊，我都幾中意夏金，係啊佢真係靜靜地一球一球一球咁打咗5個傳中，係啊。可能成績未有對方咁好啊，真係唔知啊呢個。不過同埋或者佢想話我喺電視上去可以贏到伊斯美爾咁啊，即係佢有個目標係咁樣。始終睇到啲運動員咧個紀律好咧，都睇得人開心啲嘅。哇！好靚角度喎，完全唔俾機會你啊！但係我哋對阿伊斯美爾嘅要求就係你係世界冠軍啊嘛，你係要有呢啲波。啱，冇錯係。但係夏金打到我哋覺得哇叻仔啊！係啊。再多個傳中，而家打完第8格啦，暫時伊斯美爾217分，夏金係198，剩翻2格波。咁啊，如果咁落去，其實都真係幾難追，因為伊斯美爾不斷傳中，佢都一樣有。係㗎，所以夏金個心態，我覺得佢亦都擺得正嘅，即係我而家係嚟挑戰世界冠軍啫。不過我做好我自己本分。好，睇呢球點9支做多咗啦，佢做咗啲側旋落去，咁咪深咗咯。哇！佢俾翻機會對手㗎咯喎。係啊。係啦，好深啊個角度，食正晒之一添啊！咁如果咧睇一睇分數，佢打埋呢個保中之後，佢應該最高分可以打到267嘅。而家就236，輪到夏金打第9格。咁啊，夏金其實都唔容易贏㗎，就算佢打晒全中，咁但係呢個時間唔好諗其他啦，做好自己先啦。因為佢個心態擺唔正，其實就好難打嘅，因為對手個戰績咁好。好，夠唔夠角度？哎呀，9支啊！係啊，個波遲咗翻嚟啊！有啲可惜啊。係啊，個位其實差唔多㗎啦，不過個波遲咗啲翻，唔夠角度。終於連續打咗5個傳中之後，而家斷咗。好。啊，點解佢要彈起咁樣去打個保中咧？我都唔係好明白。好似成個人都鬆咗咯，我覺得佢係嬲咗啊！因為本來都想挑戰下自己，希望繼續連落去啊個傳中。係啊，咁啊，而家睇下夏金最後呢格啦。咁佢打到傳中嘅話咧，佢有247分嘅。咁啊，佢240分，其實佢都要伊斯美爾要一個大失誤先至有機會贏到喎。最後一格㗎啦！哇，好多角度啊！不過佢唔止一球係咁啦，就係好彎好彎咁樣彎翻係嚟。啊，佢其實我相信佢嗰5球佢都係因為佢諗真要用個咩角度去打咯。結果就247分啊，完成咗10格㗎啦，夏金。好啦，咁啊，最後呢一格，咁啊，伊斯美爾如果有保中傳中就已經贏咗㗎啦。咁但係如果佢係有失誤打唔到保中咧，咁就反而輸咗。咁啊，佢自己都可能有計到數啊。咁所以佢都要靜靜地重新嚟過。
不過以佢嘅能力就機會唔大嘅。係啊，好難係啊，除非你突然間打到分屏咯。係。咁啊，佢呢盤波都冇問題，佢啲角度好靚，所以唔應該出現。哇，好靚啦，傳中嚟嘅添啊！266分啊！咁啊，伊斯美爾咧不單止喺香港公開賽贏咗，咁啊連亞巡賽香港站都贏埋。不過都睇到佢嘅能力啊！佢喺個心態上面又係比起準決賽嘅時候，其實都放鬆咗啦，對自己嘅隊友又唔使咁緊張。咁但係最終個分數都係算高㗎啦，266分。咁對住佢嘅隊友夏金247分咧，伊斯美爾咧就成為咗今次亞巡賽香港站嘅冠軍。